来看宜兰大溪龙潭湖，伫5日节前后阿妈鱼会开始撩起生卵。也毋过今年有保育团体就发现讲，龙潭湖附近有4条野溪水量是真少，其中有2条溪拢是大的。今年就有真侪鱼仔卵拢互鱼仔食掉，恐惊影响到阿妈鱼的生态。 公鱼伫野溪内底进游，公鱼伫鱼群内底射出精子，母鱼用不到，花溪底生卵，这是大溪龙潭湖每年5日节过后，拢有的生态大事。不过即马到龙潭湖野溪发现全部已经大气无水，互当地保育雁鱼生态社区真烦恼。过去都是1年几次溯溪产卵，4次以上，4次以上。 3次，今年只有1次。对，而且只是刚上来那个小的。 龙潭湖周边有4条野溪，水量唔知什么原因无够，有2条溪甚至已经大气。社区表示，5日节到即马1摆雁鱼来生卵，甲过去3到4摆差真远。无野溪保护，大部分鱼卵互河内外来鱼种食掉，影响生态。这是第1摆发生野溪无水的状况。因为它的族群量应该还蛮大的，所以暂时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 清华大学教授表示，那野溪欠水是第2摆代志，对雁鱼的族群数量未有影响。不过每年安尼鱼卵无野溪保护，互外来鱼种食去，对互雁鱼数量减少。在今天会马上请相关的人员到龙潭湖的旁边野溪的一些水流的状况，我们会做深入了解哈。那确实找出真正它目前枯竭的一个原因。龙潭湖野溪无水是因为气候影响，也是人为因素，也无定论。官府表示，已经派人去调查，深入了解，确实找出野溪水源大气的原因，或者雁鱼会顺利来生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